各位，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奇聞。喺1943年10月28號，美國費城海軍造船廠嘅船塢入邊呢，一艘叫做阿爾德里奇號嘅驅逐艦同佢幾十個船員好緊張咁等緊一場實驗。就喺幾個月前嘅7月22號，一陣綠色煙霧升起，呢艘驅逐艦唔單止喺雷達熒幕度消失咗，成隻船仲喺眾目睽睽之下變到好蒙查查，做到某種程度嘅視覺隱形。咁到底10月28號嘅實驗會發生啲乜嘢呢？神秘嘅費城實驗究竟係子虛烏有嘅都市傳說，定係好似坊間傳聞咁樣，係一個俾人刻意遮住咗幾十年嘅秘密呢？有關費城實驗嘅傳說喺上個世紀50年代就開始流傳，但令到佢喺90年代重新翻返公眾視野嘅係一本1992年出版嘅書，叫做《蒙托克計劃時間實驗》。書入面講嘅蒙托克計劃，亦係我哋今日呢個古仔嘅重要一環。關於呢樣嘢，我哋陣間再講。首先要了解嘅係嗰場神秘嘅費城實驗究竟發生咗啲乜嘢？大家都知道，以殲20同 F-22為代表嘅第5代戰鬥機都有隱身能力，但呢一種隱形主要係透過特別嘅外形同埋吸波材料去避開雷達探測。而根據蒙托克計劃時間實驗呢本書所講，美國對隱形技術嘅探索其實喺二戰之前就開始，而且最初嘅目標係要做到視覺隱形，例如令成隻軍艦隱身啦。傳聞入邊，費城實驗牽涉到幾個科學界大佬，包括愛因斯坦、特斯拉同埋馮諾依曼。呢個項目嘅正式名就叫做彩虹計劃。為咗加快進度，特斯拉喺1936年成為項目負責人。隱形技術嘅突破，據講就係靠特斯拉研發嘅一系列高頻電池設備同埋配套嘅磁場產生器。不過特斯拉等唔到實驗成功，佢喺1943年1月7號過咗身。之後項目就由馮諾依曼接手繼續。1943年夏天，實驗進入測試階段。海軍驅逐艦阿爾德里奇號作為實驗對象，停咗喺費城嘅一個船塢。參與實驗嘅船員全部就位。7月20號，實驗正式開始。有一對兄弟，佢哋叫做鄧肯卡梅倫同愛德華卡梅倫，係技術員嚟嘅。佢哋喺艦上面嘅控制室嗰度操作一套好複雜嘅設備。馮諾依曼指揮佢哋撻着嗰套設備。冇幾耐，船身周圍升起一堆灰綠色嘅煙霧。喺呢啲綠煙籠罩之下，船身真係開始慢慢變到透明。但係呢，就喺呢隻軍艦差唔多完全隱形嗰陣，個實驗緊急停止咗，因為卡梅倫兄弟發覺到，當設備功率不斷咁升高，連埋佢哋自己在內嘅所有船員都出現咗啲作嘔作悶嘅症狀，於是決定即刻熄咗部機。之後，馮諾依曼嘅實驗小組重新評估過人體對電磁場嘅耐受極限，仲對設備做咗改良。1943年10月28號下晝5點3個字，一切又準備好啦。鄧肯同愛德華兄弟再次撳着個掣，幾十秒之後，一條藍色嘅電弧一閃，阿爾德里奇號驅逐艦就消失咗。但係幾乎同一時間，喺400公里之外嘅維珍尼亞州諾福克海軍基地，呢艘軍艦竟然無啦啦出現咗。正當所有人都唔知點算好嗰陣，幾分鐘之後，藍色電弧又着翻。呢艘軍艦又瞬間翻返去費城嘅試驗場。咁即係話喺呢次實驗入邊，阿爾德里奇號唔單止做到預期嘅視覺隱形，仲意外觸發咗空間穿越。當軍艦翻返去費城之後，嗰班嚇到傻晒嘅實驗員即刻上去檢查啦。佢哋發現嗰啲船員普遍出現失憶、冇咗方向感同埋強烈嘔吐呢啲嚴重不良反應。仲衰嘅係，有一小部分嘅船員身體竟然同船身嘅鋼板融埋一齊，睇落去好似俾人看咗入隻軍艦度咁樣。而喺控制室入邊嘅卡梅倫兄弟呢，就憑空消失咗，影都冇埋。之後美國海軍好快就封鎖晒所有消息，同費城實驗有關嘅資料，一係就銷毀咗，一係就列作最高機密。啱啱講嘅就係流傳得最犀利嘅費城實驗版本。不過有個問題，既然啲資料大部分都銷毀或者封存咗，
公眾又點樣知道呢件事嘅呢？而且幾十年之後，點解傳出嚟嗰啲細節會越嚟越豐富嘅呢？時間去到1967年，法國科學家雅克瓦萊收到一封好奇怪嘅信，寄信嘅人自稱係卡洛斯·瓦連德。佢喺信入邊講咗一個二戰期間美軍絕密實驗，就係呢個費城實驗啦。仲話自己就係當年親身經歷嘅船員之一。封信冇點樣講個過程，淨係不停咁強調實驗係靠一個統一場論嘅理論先至搞得成。喺信嘅最後邊，瓦連德仲建議瓦萊，如果想知多啲，可以去問一個叫做莫里斯傑索普嘅人。呢封信令瓦萊覺得好疑惑，但係亦都引起咗佢嘅興趣。不過相比起實驗本身，佢對寄信人瓦連德更加好奇。呢個人主動聯絡科學家，明顯就係想傳播費城實驗呢個話題，又自稱係親歷者。瓦萊好懷疑呢個瓦連德可能就已經流傳咗10幾年嘅費城實驗傳說源頭。瓦萊本身都唔係等閒之輩嚟嘅，佢係一個真真正正嘅天文學家同電腦科學家，仲係現代互聯網嘅先驅之一。同時，佢對 UFO 研究都好有興趣。對於外星生命存在嘅可能性，佢持開放態度，同近年因為奧默默呢啲話題成日俾人提起嘅天文學家阿維勒布嘅觀點差唔多。但係作為一個科學家，佢始終保持住嚴謹嘅態度，所以瓦萊冇即刻回信，而係開始調查瓦連德。佢首先想從寄信地址入手，點知發現地址喺德克薩斯州，但係回郵地址又喺印第安納州，而再查落去，兩個都係一早荒廢咗嘅農舍。好明顯呢，爆料人唔想暴露自己嘅真實身份同住址。瓦萊轉移目標，嘗試聯絡信尾提到個莫里斯傑索普，但係點知一查佢嚇親。傑索普喺1959年4月20號就俾人發現因為一氧化碳中毒，離奇死咗喺自己嘅車入邊。一個死人又點樣答問題啊？傑索普生前係一位 UFO 研究者同埋暢銷書作家，出過幾本書嘅，甚至可以話係將最早嘅古代巨石遺跡同史前超常科技拉埋嚟講嘅人。雖然官方話係自殺，但係佢嘅死當時已經充滿晒疑點㗎啦。雖然見唔到傑索普本人，但係瓦萊幾經轉折，終於拎到瓦連德喺1955年寄俾傑索普嘅爆料信。對比過字跡同內容，瓦萊更加肯定瓦連德就係費城實驗故事嘅源頭。面對一個咁神出鬼沒嘅信息源，瓦萊嘅調查一度陷入僵局。但係呢件事喺2年之後出現咗轉機。1969年，瓦連德竟然主動出現喺公眾視野。佢首先突然走訪咗當時一個專門調查不明空中現象嘅組織 APRO， 仲全盤否認咗自己封信入邊所有內容，話費城實驗純屬係自己作嘅。但係冇幾耐，佢又寫信俾個組織，改口話實驗真係有嘅，之前嘅澄清係迫於某啲組織嘅壓力。就係咁樣反反复复，令瓦萊呢一班關注者更加困惑。費城實驗嘅真實性亦都變得越嚟越撲朔迷離。就喺公眾差唔多要淡忘呢個傳說嗰陣，1992年，蒙托克計劃時間實驗呢本書嘅出版，再次撩翻起呢件事。傳聞話蒙托克計劃係美國軍方喺70、80年代喺紐約長島蒙托克空軍基地地下實驗室進行嘅一系列絕密實驗，涉及時間隧道、意識控制、瞬間移動等等超越常規嘅課題。好多讀者睇完本書之後，更加深信費城實驗係真嘅，甚至肯定美國軍方喺費城實驗出咗事之後冇停過，而係多年之後搞咗個升級版蒙托克計劃。1990年，有一個叫做阿爾比萊克嘅老人家，佢揾到呢本書嘅作者普雷斯頓尼科爾斯同埋彼得穆恩。佢自稱係費城實驗同蒙托克計劃嘅雙料生還者。比萊克喺1927年出世，佢人生前60年睇落去好似好平凡，但有一樣嘢同人哋唔同，佢有好清晰嘅幼年記憶，仲可以理解當時大人嘅對話。大個之後，成日有啲奇怪嘅知識同資訊無啦啦出現咗喺佢個腦入邊，佢都唔知喺邊度嚟嘅。直到1988年，
61歲嘅比萊克睇咗一本以費城實驗做藍本嘅電影，就係咁，噩夢開始啦。佢個腦不斷閃出一啲好生動，好似親身經歷咁樣嘅可怕記憶片段。呢啲嘢嚴重影響佢生活。佢揾心理專家同催眠師幫手，想砌翻呢啲記憶碎片出嚟。結果令人好震驚，佢發現自己嘅前世竟然係愛德華卡梅倫，1916年出世，仲有一個細佬叫做鄧肯卡梅倫，就即係我哋之前講過嗰兩兄弟。根據比萊克嘅回憶，1939年，兩兄弟因為機械工程背景加入咗美國海軍，後嚟陰差陽錯俾人揀咗入去彩虹計劃做操作員。1943年10月28號實驗開始之後，設備功率係咁飆升，佢哋唔單止個身好唔舒服，仲聽到船艙外面船員嘅慘叫聲。當佢哋想熄咗部機嗰陣，發覺個系統已經失咗控，冇計，佢哋攞起個消防斧頭抌爛晒啲電腦，衝出控制室跳海走人。等佢哋醒返嗰陣時，已經唔喺費城啦。冇幾耐，一條藍光，艾爾德里奇號就喺佢哋面前瞬間消失。獲救之後，兩兄弟被迫接受咗軍方長達幾十年嘅監視。比萊克話自己仲喺70年代俾人徵召加入蒙托克計劃。根據佢講，呢個計劃喺80年代初已經做到意識控制同空間穿越。有一次實驗，佢嘅意識俾人送咗去2137年。佢醒返嗰陣，發現自己瞓喺醫院。嗰陣時，美國嘅西岸同東南部已經因為海平面上升俾水浸咗。佢喺嗰度過咗6個禮拜。返到1983年之後，只係3日，佢又俾人叫去做第二次穿越。今次嘅目的地係2749年。嗰陣嘅醫院已經超出想象。佢嘅身體用高科技材料包住，接受聲波同光療。嗰個世界由一部巨大嘅水晶魔方形超級電腦控制。人類經歷過2次全面戰爭，人口得返3億，但係已經掌握反重力技術，仲起咗個空中懸浮城市。佢喺28世紀俾人韞咗2年，跟住俾人送返去1983年嘅蒙托克基地。冇幾耐，佢就俾人植入咗永不泄密嘅潛意識指令，仲進行咗最後一次穿越，俾人送返去1927年，以阿爾比萊克嘅身份重新出世。呢段咁離奇嘅嘢，全部記錄喺《蒙托克計劃時間實驗》呢本書度。呢本書喺1992年熱賣，費城實驗再次成為輿論熱點。但係咁離譜嘅故事，真係真相？就喺本書出版咗幾個月之後，之前調查過呢件事嘅法國科學家雅克瓦萊又收到一封神秘來信。寫信嘅人自稱達吉恩，話自己喺1942到1945年間喺美國海軍服役，仲證實當時海軍的確有做緊秘密技術測試，但絕對唔係蒙托克計劃嗰本書寫到咁嘅。一直希望解開謎團嘅瓦萊即刻精神晒。1942到1945年呢個時間咪同費城實驗吻合咯。佢好快就聯絡咗達吉恩。幾個禮拜之後，瓦萊見到已經67歲嘅達吉恩。達吉恩開門見山，講咗佢所知道嘅費城實驗。達吉恩話喺1943年，德國 U 型潛艇好似隻鬼咁喺大西洋嗰度走嚟走去。美國船一出港就要面對好大威脅，所以美軍決心要研發一種技術，減低船隻俾 U 型潛艇偵測到同埋打中嘅機會。呢樣嘢就係費城實驗入邊所講嘅艦艇隱身技術嘅真實背景。佢繼續解釋，1943年10月嗰陣，佢所在嘅恩格斯特羅姆號驅逐艦，連同艾爾德里奇號同埋另外2艘軍艦，的確一齊停喺費城碼頭，等住做隱身處理。但呢種隱身絕對唔係大家諗嗰種。見到瓦萊拗晒頭，達吉恩即刻揭開謎底。所謂隱形技術，其實係對呢4艘驅逐艦為咗對付 U 型潛艇而做嘅一系列實用性改造。首先，海軍幫佢哋換咗新型聲納，提升咗反潛搜索能力。至於嗰個俾人傳到好神嘅隱身，用今日嘅技術眼光睇就好簡單，就係用特製電纜纏住船身進行消磁，咁樣可以大大降低德軍 U 型潛艇射出嘅磁性魚雷命中軍艦嘅機會。
而呢項燒瓷技術嘅初步藍圖，聽有份做嘅工程師講，可能真係源自特斯拉嘅構想。瓦萊又問佢，傳說阿爾德里奇號瞬間轉移，咁呢件事係咪真嘅呢？達吉恩話，因為年代太耐啦，佢已經唔記得四艘艦具體出航嘅日子，淨係記得1943年10月。但係佢清楚記得四艘艦係分兩批進行改造嘅。阿爾德里奇號出港嗰晚，佢所在嘅恩格斯特羅姆號仲未搞掂，但係佢第二朝早確實喺費城又見到阿爾德里奇號。佢認為最合理嘅解釋就係阿爾德里奇號可能出咗港之後，因為壞咗要返航。但係如果夾硬要解釋點樣一夜之間來回費城同諾福克，亦都唔係話冇可能嘅。佢可能用咗戰時淨係對軍艦開放嘅切薩皮克特拉華運河，呢條內陸航道可以將商船要行3日嘅航程縮短到12個鐘之內。咁樣阿爾德里奇號喺短時間內來回一次就變得有可能啦。咁多樣嘢加埋，瓦萊得出嘅結論就係費城實驗呢個都市傳說，好可能係一個由卡洛斯亞連德開始，喺後邊嘅傳播俾人不斷咁樣加鹽加醋，最終變到神乎其神嘅世紀騙局。不過調查還調查，辟謠還辟謠，一個傳奇故事一定有佢 fans 嘅，更何況有資料顯示，冷戰開始之後 CIA 主導嘅科研團隊的確曾經對人體特異功能、時空異常現象呢啲做過長期研究，即係話蒙托克計劃呢一類項目喺歷史上面可能真係存在過。真真假假嘅資訊撈埋一齊，搞到直至今日，費城實驗嘅真相仲係迷霧重重，變成一個好難分辨真偽嘅持久謎題。咁對於上面兩個完全唔同嘅版本，一個係充滿時空穿越嘅驚天秘密，另一個係建基於戰時技術嘅務實解釋，你又會相信邊一邊多啲呢？今期就係咁先，我哋下期再見。